26年灣區買樓攻略天花板，想住得爽，易租易賣唔蝕本。中山珠海揀啱板塊，直接封神。唔好講咁多，睇完你即刻識揀。先講珠海200萬預算以內嘅，按照生活方式揀3條路就得。第一，想住得乾淨有面，仲有度假 feel 咧，優先揀航空新城，低至100零萬就有交易喎。道路綠化都全新，環境超靚，停車購物社區質感冇得彈，居住體驗感一流啊。第二，務實派嘅想買完就用，面積要夠大，供樓要冇壓力，睇斗門心路就得啦。呢度唔可以話係最靚嘅地段，但係絕對實用。落樓買餸、睇醫生、行街，日常方方面面都照顧到，平80零萬就有交易，唔使為咗珠海市區硬逼啲細單位，長期居住同養老就啱晒啦。第三，執意要揀主城生活，出門有商場、餐廳，交通又要便利，揀南灣就 OK 啦。呢度唔靠學區，靠嘅係便利，經常嚟珠海重視出行暢順，將來轉手又唔想為咗學區俾高價嘅咧，揀南灣你就啱啦。講完珠海就再嚟講中山啦喎，記得一個原則，盡量守住100萬底線。中山多數都係備用樓、週末樓或者養老樓，唔會用主力嘅資源去頂一個唔係日日住嘅地方。100萬左右選擇多，成交門檻低，將來轉手有人接，心理壓力自然細好多啦。第一站坦洲，最大嘅優點就係順，平時活動係圍住珠海、澳門嘅朋友住過嚟，生活習慣完全接得上，唔會有陌生感，而且多數都係精裝現樓，即買即收樓，週末常住、自住養老都啱。第二站三鄉，想環境好、靜啲，生活節奏慢啲，三鄉就啱晒啦。週末想過嚟放鬆下，呢度住落夠晒舒服，度假養老都得，唔需要考慮學區房嘅朋友優先。第三，馬鞍島屬於新規劃有潛力嘅板塊，但要實際啲去睇，配套完善需要時間，所以資金鬆動又想投資，但係又唔介意前期配套少嘅朋友先好揀。記住要揀返相對成熟、生活便利嘅位置。第四就係火炬開發區啦，一句講晒，租得出，用得着。因為呢度係產業同人口密集嘅地方，租嘅需求好多，適合唔肯定會唔會長期居住，先放租再考慮自住嘅人士。總括嚟講，如果想喺中山、珠海置業，無論你想住得新、住得體面，定係想務實養老、追求主城區嘅便利咧，都滿足到你。以上就係今集嘅內容。如果想知更多中山、珠海樓市嘅最新消息，記得關注我。